甲477首的写你为水我心切。这两首点知咱应该拢熟悉，所以咱等下来练。咱先来练，叫做4首《同心无路土地》，请师先换出来。第一段。477首，请师傅先换。
那今日日到遮，咱都有时间啊，咱先来做聆听嘛，感恩。各位兄弟平安，今日伫教会内底看到大家健康的来到教会内底，这是咱请咱预备心来开始咱今仔日聚会。
来啊，咱着恭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有生的百姓，是伊手的下羊。即时咱来献开圣诗，圣诗54首，圣诗54首，同心乌老天白，请起来用全手。使徒圣经来做咱的祈祷。我信上帝，传言的创造天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生命，咱的主，伊对天上下来，伊在天上下来，伊为了要我们生活，伊是的是万造万物，伊在地上有我，伊他在即是咱来同齐来启应，启应文第23篇，启应文第23篇，也是诗篇118篇，诗篇118篇，咱请同齐来启应。应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愿以色列讲。愿加伦家讲，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我伫危机中，我伫危机的中求救耶和华。有耶和华甲我伫地，我就无惊。耶和华开伊的门。这是耶和华的门。我要感谢你，因为你一直应我。师傅所去使的石，已经成做出甲头的石。这是耶和华所听到的日。耶和华，但求你拯救。奉耶和华的名来的，应该得到福气。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咱可以到这，咱即是咱同心来祈祷。
听到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搁一届带领咱每一个人来到主你的圣殿内底，咱甘心来学努你。主，阮感谢你，互阮有一个平安的心来到圣所内底。主啊，求你来帮助阮每一个人，咱甘心来敬拜你，甘心来听主你的道理。阮知人的微细，阮多多来靠主来得到完全。求你带领阮每一个人，会当为主来做工做盐。咱将咱聚会的一切，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阮对头到尾，主拢交阮每一个人拢伫咧，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求主来祝福咱每一个人，阮嘛将平安放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即时我嘛用主所教授咱的基督文，阮同心安尼来祈祷讲：万民天悲，万民下死，列王列祭地产，列君万民是阳光，下一万有金万下一有光，有一万有喜，有一万有平安，有一万有喜寿，大概的事。阿门。这是咱来看圣经，今仔日圣经记载伫两个所在。头一个是马太前书第6章第10节，第6章第10节。因为通知是万恶根源，有人认无伊，就受威胁来离开道理，用济艰苦家己来刺插。这是马太福音前书第6章第10节。另外一个所在伫路加福音第21章第1节到第4节。路加福音第21章第1节到第4节。耶稣夜猫看见遮个好野人将伊所献的下落吐放，佫看见一个送香的守寡人将2个字下落去。就讲，我真是甲你讲，遮个送香的守寡人所下的，比遮个所下的较济，因为众人是对因所存的下落去。若是即个妇人是对伊无够的，已经下伊所挖苦内外的。以上赞美，请先挂队。
是讲到，今日无说要讲的题目是向前看还是向前看？然后时间交无说。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来经过即几天即个人文霸占节、端午节，而且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我相信拢有真好休息休困的时间。包括有兄弟姊妹嘛是伫外口伫遐来拜访亲戚朋友，有兄弟姊妹伫厝内面，无论你伫外口伫厝内面，我相信即几天当帮助咱，互咱看到整个咱的社会。结果的转变，人的心永远真奇怪，关注来思考，帮助咱弟姊妹会当透过每一个月咱一摆的信仰生活的感恩分享，所以今仔日特别有使用钱看，也是虔诚的虔敬虔的虔，这真清楚，透过今仔日两段的圣经在，而且有特别的记载。天母大真书第6章第10节，这记载当然是较假实、较道的方面。这个路加福音第11章第1节到14节，在讲一个这个寡妇伊种一切所有的奉献。今仔日毋是在讲奉献，但是会当对比寡妇的奉献，更较清楚，知影讲伊是伊是全人的奉献。主帮助咱咱伫这世间嘛是共款，咱要用啥物来奉？咱一个所谓分享，希望会当咱姊妹做阵来思考。要开始，请咱三个按头来祈祷。听阮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高手管我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会当伫阮的人生内面有所得，而且来回应上帝。主啊，我感谢你，虽然有时阮有缘会有遇到最的危险，阮失主若无有掠耶稣基督的心做心。阮伫阮的生活内面，一切拢放下。主啊，感谢你，会当提醒阮透过圣经顶端会记载你的话语，嘛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继续头前来讨走。迄个头前，阮相信是上帝你赏赐带领、安慰阮、扶持阮、帮助阮，避办好势，互阮会当继续踏出勇敢的第一步头前的道路。主，虽讲伫疫情看起来敢若要结束。已经渐渐来平顺，总是阮知影，有缘有侪而且来受苦的兄弟姊妹，因有缘伫咧无共款的病痛内面、病情中间，而且来奋斗打拼。主啊，求你领阮帮助阮，互阮会当有搁较虔诚的态度来面对阮的生活，帮助阮会当做一个敬虔的人。感恩有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向前看，向前看，这是华语所以这个音呼音咧讲啦前甲敬虔的虔虔诚的虔是共款。但是虽讲这世间人一看到这个题目，我相信这真清楚知影钱甲啥虔诚虔，咱基督徒咱更较清楚知影，你要安怎用一个虔诚的态度来看待咱的生活，虔诚甲生活会当关联的，会啦会啦啉酒是虔诚的生活吗？有人摇头。过量都毋是啊，
是毋是？啊，毋知咧。投资是毋是天生的生活？这有真侪挑战吼。到底好好？咱拢要诚做，不管耶稣会讲，你是安怎？咱是啥？你们是光明之子。咱是啥？光明的囝。你个光明之子是啥物？即个你即摆咱有想过无？耶稣讲，你们是光明之子。咱伫社会，咱伫世界的生活，咱伫教会的生活，敢是分开的？耶稣讲，你们是光明之子，都需要咱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个社会，咱伫这个社会内面，咧看待做的事物的时阵，是毋是咱会当用一款无共款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无共款的态度是啥物？哇，这是。互咱会当伫遮来学习的人，实在是真要安怎讲，真无简单，真不容易啦吼。总是咱永远爱生活，是毋是？最后咱的结论一定是讲，师父，咱嘛是爱生活，咱的教会嘛是爱安怎推动事工，各方面团伙需要啥物，要苦苦嘛，是毋是？咱爱安怎？咱嘛爱看到有啥？有实际，咱讲实际。刚讲信用毋是实际嘛？刚讲信用是这个虚花这个虚无缥缈嘛。刚讲咱的信用是安尼嘛？刚讲咱看到的上帝是伫咧天顶嘛？刚讲咱的体会是等待迄个望是死后嘛？即个兄弟姊妹，这是咱爱伫即个世代做最无共款的事，特别是信用甲生活的结合。迄个信仰甲生活的决定，定定，咱若看周报顶悬头一面遐，咱就会当看到咱的目标，咱的理想，教会的目标理想是宣教啦吼。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宣教，较是有影。咱要清楚，咱存在的目的，教会存在的目的，基督徒存在的目的就是宣扬上帝国的福音宣教。这毋是口号，这是咱要努力实践。所以为什么咱会有想到无论是咱教会每一个组织内面，特别咱有即个传道组、教育组、即个财务组各方面真多的组别，而且咱就是要思考一件代志，咱要安怎宣教？咱要安怎传福音？咱讲以身作则，用性命影响性命，我相信这是真重要的每一件代志，咱拢会当安尼来行来做，总是永远有做的困难。所以，其实咱来看其他的这个题目，真清楚，牧师就会当甲咱说明迄个过程，钱财的重要性。我相信无人否定嘛吼，迄个钱财对咱来讲是真重要。咱嘛会当，最重要就是互咱的生活过得安心嘛。一间教会咧运作，嘛是会看啥？看咱的经商费是毋是？即个家庭的运作，嘛是看咱的啥？看咱的收入会当安怎样，将咱的即个生活过得较袂烦恼。总是咱会当看到，永远伫社会内面有侪遮个百姓为着啥？为着生活咧打拼。咱特别教会有参与伫即个爱无限的即个活动。对2年前开始，咱有即个爱无限的活动。即个活动就是要针对即个弱小的家庭、中收入加中低收入户即个家庭。每一位兄弟姊妹，咱若有即个心力，咱当然贡献即个500块来帮助因。才有一个基金会，叫 TVS 性灌溉基金永续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伊嘛提供500块的这个费用，总共1000块，而且来帮助这弱势的团体。咱真嘛要安尼做，咱想要嘛要安尼做，因为安怎？咱知影，要互生活过得安心，钱财重要性。所以我相信，咱拢是毋茫手内面会当有遮尔济，这是啥？这是美金嘞吼，咱爱台票，当然有美金更较好，当然有真侪货币更较好，
就是咱是毋是有这个钱分了后，你要安怎用，而且好好啊讲咱来运用。无得较有人讲投资是一款方式，无得较有人讲有真侪的方法，而且来得到真侪伫世上咱的钱运。啊，这甲咱即个今仔日的题目是有啥物款的关系？你即世人要向前看，还是你要对你的态度、信仰的认知？你的虔诚，咱的对上帝的虔诚态度是啥物？所以其实敬虔这部分，咱当然爱了解敬虔这部分，咱爱透过对上帝的认捌。所以咱对上帝的认捌，的意思是啥物？咱对上帝每一个兄弟姊妹，你我，咱对上帝的认捌，就是你对人的态度，是毋是？你对上帝的态度。即使你对上帝的态度是真心礼义，我相信今仔日来做礼拜可能无共款，你的态度无共款，因为咱知影你要安怎，你要来敬拜主。你若对人的态度，开始你就会对人的态度有一寡了解，所以对上帝的态度决定你的性命的关度。我阁讲一遍，对上帝的态度会当来决定你对性命的关度。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性命的关度是决定对你上帝的态度。所以这款的态度就是啥？就是咱今日要分享，搁较进一步。所以重点，迄个钱财的部分，我相信兄弟姊妹应该真清楚。你真做基督徒，你要安怎样回应上帝？透过奉献，透过侍奉服侍。这大的方向咱清楚知影，但是安怎，咱搁欠一项。迄个态度，啥物款的态度？敬虔的功课。敬虔的功课，我相信这是你我咱拢爱来学习的。所以要安怎伫敬虔顶悬，伫遐来操练家己。我相信这是真值得咱爱思考的。来，咱来看一段《彼得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3节，顶悬有安尼讲，这是这个好学本我这个。用好学本，互咱兄弟姊妹，因为台语汉字本的翻译有较生疏，咱用好学本来试看嘛。所以恁既然拄去一切的啥恶毒、诡诈、假冒为善正善、嫉妒，甲一切诽谤的话，都爱无遐个纯净的灵来都敢若亲像大生的。囡仔、红婴爱无即个流感款，叫恁因为安尼来渐渐成长，至到来得救。恁若捌当过主恩的滋味，就要安尼来做。彼得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3节，亲爱兄弟姊妹，这段是咱要正做一个敬虔的人的大心，咱爱来学习的。所以恁拄去一切恶毒，较是有影有啦。我相信每一位兄弟姊妹，咱拢捌有即款的思想过，有即款的思想过，嘛有即款假冒为善、弯道、一切诽谤的话，爱无遐个，都爱无遐个纯净的灵啊，敢若亲像红婴仔拄出世，伊枵着要安怎？伊枵着要食，枵着要真轻身，迄个妈妈会啉。伫迄个过程，咱就会当知影，渐渐，咱的性命就会当大汉。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看圣经、读圣经，意思就是咱在吸收啥，就亲像囡仔共款，而且咱真不茫渐大汉，至到要得救。所以，咱当过当一下，咱知当一个，这真好，这好味的。当过了后，就是要准备啥？成长啊！你若当过了，都安尼，毋知影要安怎，意思是安怎？意思是咱都还袂到迄个程度。但是通常咱来看，咱若当过一件好事，咱就开始要成长。所以我毋知影咱是毋是当过主恩的滋味，主的恩典的迄个滋味。所以为什么咱就有所谓的感恩奉献？来用奉献来讲，咱一定有感受着。
某一件代志，比如讲遮个囝儿10岁，要考试煞，要感谢上帝，考好个成绩，做一个感恩。比如讲我看病好啊，哇，感谢上帝，做一个感恩。当然用金钱的方面，咱遮来看。但是安怎？咱搁有另外一方面，咱是毋是当过厝的稳定了后，咱做遮个奉献了后，咱做遮个行动了后，继续的行动是啥物？就是啥？就是继续咱来进步啊！咱来继续来思考。所以，愿主来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咱既然爱伫敬虔顶悬来开始学习即款的事，伫咱的生命内面，我相信敬虔这两字一定对咱真着好。来，安尼咱兄弟姊妹搁一遍来读个《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70到第8节。咱来讲，爱伫敬虔顶悬操练家己。因为操练身躯有利益，但是伫敬虔各方面拢有利益。伊有献金甲未来的性命的定位。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7节到第8节。所以敬虔需要啥？咱讲操练。操练敬虔，一般咱来思考敬虔是啥物？就是我读经，我祈祷，我咱个啥？都有无？逐工的灵修的生活，安尼算敬虔嘛？有吟诗，对人就好，安尼尔嘛？感觉真简单嘛？敬虔对啥？对上帝要有信心，爱靠主，也是讲咱来做礼拜，今仔日咱有哩啊敬虔，大家兄弟姊妹拢会当来做礼拜，敢是安尼尔？真系兄弟姊妹。这个提摩太前书的4章的7节到第8节，嘛帮助咱会当来反省咱甲上帝迄个关系，你敬虔的态度甲上帝迄个关系是啥物？所以敬虔毋是宗教的用话啦，也是讲仪式。敬虔是啥？是生活的方式。敬虔是生活的方式，所以伫遮咱头一点要甲兄弟姊妹来讲，啥物是敬虔？敬虔是啥物？啥物是敬虔？圣经内面有一个所在讲到敬虔是啥物？提摩太前书第3章16节，真特别。我相信兄弟姊妹可能捌想过，敬虔是啥物？敬虔的奥秘是当今伟大的。上帝是肉身显现，圣神称义，天使看见，传伫外邦，世间人信服，并接伫荣耀内面。一定感觉看无敬虔可能是讲虔诚读经祈祷，好上帝，甲兄弟姊妹好好。安尼就是敬虔啊！一般咱会认为你我，但是，提摩太前书第3章16节竟然安尼讲，敬虔的奥秘是公认同伟大的。今日兄弟姊妹，哇！敬虔原来就是伫上帝的肉身显现，就是上帝的性命伫咱的内面，对咱的肉体安怎表现出来。所以你若得到拯救，真正已经得到迄个拯救，你体会、你经验，你就会当知影，迄个敬虔就是伫咱的思考、咱的讲话、咱的行为、咱的态度，是搁是家己啊，是啥物？是基督伫我的内面活着。所以这段经文意思就是咧讲，当前肉体的基督，伊安怎甲咱同大？咱知影对出埃及记开始。即个一出埃及，即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一直到进入迦南地，一直到因准备要成做迄个士师的时代，开始王国的时代，王国啦，毋是王国，是王国的时代。伫迄个过程中间，因遭遇着真大的危机，国家甲国家中间的战争，逼到因安怎？逼到因敢若亲像在要拍败，甚至是
特别完全的失败，但是因安怎？因伫撒母耳上悬顶悬有特别的记载，第4章、第5章，咱拢有安尼的记载。有一句话真清楚，因的信仰个别讲，耶和华拢帮助我，耶和华拢帮助我。所以有即款的信仰的体会，甲经验，因知影讲，因迄个危急的时阵，因安怎样去体会到，耶和华上帝甲因三角地带，亲爱的兄弟姊妹，耶和华上帝有甲现主时的你三角地带无？咱要学习即个敬虔的过程，还有一个真重要的是啥？就是咱甲上帝迄个关系，到底是发生什么款的状态？发生什么款的问题？你甲上帝的关系是发生什么款的问题？因为安怎？咱甲上帝爱有真够细正的关系，就会当去体会到即个敬虔的奥秘、奥义，而且是光明同伟大，上帝会用心显现，互圣神称义，互天使看见，传伫外邦，互人信服，并接伫应邀内面。咱是毋是体会到上帝帮助咱，甲咱三角地带？你是毋是由阮家己我靠家己去趁钱，我靠家己拼事业，我靠家己下功课，我靠家己来做。若假使咱有即款的想法，我考劝咱兄弟姊妹来做一寡调整。因为透过《提摩太前书》第3章16节，真清楚甲咱讲一件事：，多正肉体的上帝，真做主耶稣基督，甲咱安怎？甲咱三角地带，而且安怎？搁活，搁活。所以一个人一生对死搁活性命的态度是安尼。咱对无熟悉、无认捌即个主。一直甲咱认捌的主对咱死个活，咱的性命个活，迄个个活了后，咱就会当去体会到上帝伫咱的内面，咱伫基督的内面。所以这真重要，这真重要。所以迄个态度，咱过来态度坚固行为，迄个态度毋是家己啊，是啥？是基督伫咱的内面活。既然基督伫咱的内面活着，咱就爱安怎？有啥物款的款式？对，基督的款式嘛。咱伫基督的款式内面，这就是啥？敬虔的生活。亲爱的兄弟姊妹，这就是敬虔的生活。有一本册叫做《属灵操练的礼赞》。这本册，我相信真侪兄弟姊妹看过这是同新版这本是同新版，伊名有小可改，叫灵敏以前拢是叫属灵操练的礼赞这本册内面这本册是一个美国贵教会的牧师，叫做富士德这个牧师写这本册已经对这个1978年开始伫英文内面的世界。真受欢迎，嘛受到当年迄年北美年度的作家的奖项。中文的翻译本伫1980年的时阵，香港的所在来翻译，伊都无翻译出版社来翻译。富士德这个牧师伊一开始真清楚，咱讲开宗明义，一开始就讲，咱这个世代就是安尼，咱这个时代的课。因是和因是啥？浅薄啊，有浅。咱这个时代的灾祸是啥？就是有浅。意思是啥？对上帝认捌真浅。对上帝的态度，当然咱认捌浅，对上帝的态度都随便凊彩。对人的关系忽略、冷淡。冷漠。咱知缅甸有一个翁山书记，翁山书记伊伫咧缅甸即个当然即摆是用各方法整起来，
因为军政府还是叛变了后，来进行伊伫即个国家内面的影响力真大。伊捌讲过，即句话我相信兄弟姊妹我在较捌听过。伊讲，这王传书记讲，这个爱的反面不是恨，是什么？有人知无？听的倒摆不是怨恨，是啥？是冷漠。王传书记，安尼来分享。伊讲听的倒摆不是怨恨，是冷淡，是冷漠。现在兄弟姊妹，咱对上帝随便的态度，咱对人的关系不了冷漠冷静。所以，这个故事的这个牧师，伊认为讲属灵的操练，唔是属灵个人的内在的代志，唔是。若是干安尼尔。若是讲个人本身家己是安怎？是伫咧一个群体社会的内面，这是伫咧世界内面的代志。所以，属灵灵性，就是对咱日常的生活，甲别人做人生活，伫遐活出来，那才是真实的灵性。毋是干那伫咧，当然咱知影。经祈祷灵修这真重要，这是基础，好无？咱若说出的基础都无，真正咱就是这样浅薄，咱真正就肤浅。所以，亲爱的姊妹，这是这本册内面所记载。这本册总共我大概小可说明一下。亲爱的姊妹，我鼓励咱嘛拢会当去买这本册来看。真正有帮助，因为这本册已经畅销超过5万本啊！伫基督教界内面超过5万本的，伊是足少的。所以这本册内面对你信仰，特别是这个敬虔的操练的态度，帮助咱会当来明白。所以有一个这本册有几个环节，头一个环节是内在的操练。这个内在的操练包括啥物？默想的操练、祈祷的操练、敬虔的操练，甲研究的操练。我说免加讲啦，我相信咱拢清楚。默想，你有时间安静落来。会想甲上帝关系，会想上帝伫圣经内面遮伊话语记载，会想甲人关系。祈祷的操练，咱可能免讲会晓还是袂晓祈祷，我相信每一个人拢会祈祷，是毋是？当然，咱人公众，我阿某面人请你来祈祷，你拢会体真侪拢会，所以这嘛是一款咱爱操练。敬虔的操练，咱特别为着一件代志，咱真专心，毋是刻意的，是咱专心。咱为着这件事，特别比如讲，咱为着某一个兄弟姊妹，伊特别做化疗，咱为着伊来祈祷，咱敬虔一顿，特别伫遐为来祈祷，这款的操练，研究的操练，对圣经的了解，对上帝的话，对世间的各方面。咱是真正会当注意来了解，所以这本册内面头一个在讲的内在的操练，第二个在讲什么？外在的操练。外在的操练就是啥？简读的操练，简读的操练。差不多2015年还是16年，我袂记了。有一个这个报告，一个文件，我毋知影兄弟姊妹捌有印象，叫做巴拿马文件。我毋知影，这个巴拿马文件特别伊解密了后，伊伫遐讲全世界同好嘢，全世界同好嘢，会16个人，16个人。迄个文件内面有讲到有偌侪资产，真大的资产，全世界有81人。这个16个人超过赢过27亿的这个人，所以意思就是有27亿个人是安怎？是比这个16个人安怎？无法度达到这个程度啦。意思就是伊有更较好，这好个，世界排名前16。所以永远有真侪爽快的人，伫这个过程中间，咱在讲简谱的操练。当然，我知影咱识书有真有钱，咱敢会当来学习？永远会当啊！咱要安怎来学习这个简谱的操练？
我相信唔免加讲，哦，咱拢会当来实践。哦，我无顺便定定咧问我讲，你用卫生纸莫直直抽啦，一张就好。我嘛捌讲过咯，阮第四学院甲辅仁大学神学院，捌做联谊，看遐个修女神父，哦，食个火锅299吃到饱，对，伊即个故事，哦，老师捌讲过。啊，遮个神父先讲食安尼食了，其实佫有真侪足好食。啊，阮遮个实习生讲，哇，较紧诶，还佫有人某某神父、某某先，还佫有，但是吼，伊句话互我印象真深，伊讲我已经吃饱了，谢谢。我已经吃饱了，谢谢。这个是我进步的操练。来独处的操练，你真正真侪人做阵，还是家己一个，这是真重要。独处的操练，顺放的操练，后塞的操练，这是咱伫四种生活内面真重要。敬虔内面，哦，内在、外在，这本册内面。过来，团体的操练，咱捌做阵做火解祈祷。我哋刚刚只有礼拜时阵，透过咱的师会祈祷，伫遐有拄时啊会听到真侪的祈祷。咱的团结，伫小组内面是毋是咱捌安尼？还是咱甲母咪兄弟姊妹做遮的认罪的操练？敬拜的操练，咱即摆就在做，逐礼拜，印刷的操练，庆祝的操练，哦，咱有节期，哦，遮个节期就是，比如讲耶稣复活，哦，比如讲这个圣诞节、叮叮课，哦，啊，其实咱每一礼拜拢在做啥？做欢庆耶稣基督7日的头一日，就家己主日。咱的纪念，咱感谢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死复活，做遮个操练，对团体的操练，哦，咱的敬拜礼拜，咱的小组的聚会、团结的聚会，这拢是，哦，所以这本册真重要，嘛帮助咱对伫内在、外在团体的操练，伫遮来帮助咱，会当知影讲敬虔的面向，若是干那安怎，是咱家己本身。感觉讲，我安尼对得起上帝就好，哦，也是讲咱对看到迄个即个法利赛人，哦，也是遮个经学书伊咧放的迄个过程，哦，真侪钱，哦，我奉献真侪，感谢上帝，哦，是安尼嘛？我相信这咱愈来愈清楚，好，来第二看，大家兄弟姊妹。分享的是敬虔的面向，这个富士德老师我写另外一本册，嘛是叫做属灵传统的礼赞，属灵传统的礼赞。哦，我这本册是属灵操练的礼赞，操练。另外一本册是传统的礼赞。哦，意思就是咧讲啊，这个属灵的面向。哦，啊，到底这个敬虔的面向。哦，啊，这个富士德老师伊也著作伫2001年。翻译做中文，哦，这香港天道出版，哦，伊个遐帮助咱都真做伫咧当中是真出名的著作，哦，伊是规格会对规格会的了解，对规格会敬虔的迄个了解，啊，以及伊收集大状态的敬虔的观念，真重要，啊，收纳伫个一本册内面，哦，所以伊总共有6种。无共款敬虔的观念，啊，帮助咱兄弟姊妹，哦，咱来看咱经当中大概是上面倒一款的敬虔的观念。头一个，咱兄弟姊妹分享的，哦，静观的传统，静观就是其实就是白相哦，哦，静观诗篇42篇第1节讲，上帝啊，我的心切无你，那落切无溪水，我的心较无笑脸的时刻的形象。用上静观冥想，哦，有即款的状态，哦，有即款的教态，面对这个敬虔的这个态度，哦，好来，真紧啊，无说真紧来介绍第2款是性格的传统，
哦，有款教派是安尼信仰传统，伊就描述第3章11节，安尼伊就讲，迄个这一切拢要消失，你处处为敌，必须按照圣洁敬虔。哦，这讲是咱的传统，经罗中，再来灵魂的传统。还有性情强悍，用诗篇俄勒斯灵歌彼此对讲，口唱心合咧俄勒主，伊有所述第5章18节到19节。我相信咱拢定咧讲所谓外教派，还是讲国语教派。我所咧讲的无啥物推看，是介绍咱所有这个伊个宗教内面有这么多或者的敬虔的传统是无共款的，再来社会公益的传统，这有较新张老宗啦社会公益的传统，咱个书第1章27节，伫上帝咱的面前真气，无有玷污的敬虔，就是看顾伊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而且保守家己无沾染世俗。社会公益的传统，当然即马咱台湾基督教有渐去调整。其实遮个是。安尼咱讲流动性真特别，真特别。咱做无共款的传统，有6个传统要进入第5个福音的传统。当信合意，听福音，这真侪教派拢有伊是在宣告。以前咱较无重视，因为种较无重视即款不过。即马渐慢帮助来帮助咱，讲会当真有了解别款的遐个传统，过来多正肉体传统。所以，前书10章31节，所以恁或是食，或是啉，无论做啥物，拢爱安怎？应要上帝来做。所以这有即本册内面在大概介绍这个敬虔的传统，对比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我相信这个人生会塑造甲改变，会当有这个关系。来帮助咱。好，最后一点，第3点，要甲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就是这是真重要，是真实际。为什么生活爱敬虔？为什么生活爱敬虔？马太福音22章37节到40节有讲到，这真实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是同大个，而且是第1条诫命，第1条。第2条也亲像安尼，安怎？就是爱听什么？厝边亲像家己。好，过来40节，这2条诫命是一切有关甲先知书的总分头、总纲真实诶。圣经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即个马太福音22章37节到34节。即段圣经在讲啥？听人、听上帝、听上帝、听人，这2个诫命，就敢若亲像是合一的一个同伴的能力，一个同伴的能力。这个规律公会创设人这John Wesley 约翰威斯利牧师，伊解说这段圣经是讲真重要。伊讲啥？伊讲真心听上帝，就是对上敬虔；听人亲像家己，就是对人入力。也就是讲，咱对上帝关系安怎，咱就会对待人的态度会共款。你知影一感觉安怎？一感觉冤家，甚至相拍。你搁讲你是基督徒，迄意思就是啥？可能你对上帝有真多埋怨，你想要甲上帝直直冤家，上帝为什么？有可能。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对上帝，咱甲上帝的关系是安怎样？咱对人的态度就会相同款。所以耶稣讲。第2个嘛是安尼，第2条也是这样，也是如此。所以
彼得讲，彼得前书2章第1节到第3节，就叫咱所读。所以你来拄去一切恶毒、诡诈、并假善、怨妒，甲一切诽谤话，都爱无遐纯正的灵来吼。甲拄出世的囡仔，爱无灵同款，叫恁安尼来成长，至高入去。咱当过主恩的滋味，就要安尼来做。听上帝，听尊看上帝的话。所以，既然咱的性命若会当有担着基督救恩的好处，安尼咱就无可能嘛袂走回头路啊！所以会转去啥物？转去旧的我，过去救我，你讲我转去个旧的我，继续追求较无上帝的生活。所以追求较无上帝的生活，这是兄弟姊妹中间，咱必须爱做伙来实践。咱兄弟姊妹中间，咱若真正是较无上帝的话，咱在实践的变现的过程中间，咱无得较有爱心、讲诚实话，咧造就安慰、锻炼。因为安怎，咱拢建立伫基督的内面，伫基督的内面，才是真正得救。但咱真正有迄个敬虔的态度，甲敬虔的心。我最后举一个例，甲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这个叫施布真牧师，这个施布真牧师，伊是英国浸信会的牧师，伊是19世纪真伟大的布道家。伊真特别咯，伊咧讲道时阵，真侪拢是兄弟来听，姊妹真少来听。真特别，伊伫当当时。讲到每一场的讲到，甚至有人对国外坐飞机来到迄个所在，伊要是要听施布真牧师伊遐分享，伊教会伫遐真特别，足侪兄弟来伫遐来参加来聚会。但是伊要做一个见证，伊讲伊做真侪年会挂名的基督徒，伊无负担伊。救遐个人，伊捌有即款的经验过。我相信兄弟姊妹无得较你我，咱拢捌有即款的经验。伊讲伊少年的时阵，因兜伫巷仔口，有一间脚踏车店。伊每一遍骑脚踏车出去的时阵，伊拢爱去迄间脚踏车店伫遐看风安尼。有一天，迄个脚踏车店的头家信主信耶稣看到施布真入来，伫遐咧灌。迄个灌迄个皮安尼，伊就真欢喜，讲紧嘞，我甲你讲，我邀请你来信耶稣啊，信耶稣得着永远我呢，师傅生听到了后，伊就甲应答。头家这我早就知影，因为我已经是基督徒啊。头家听了安怎，真生气啦，对伊讲，我看你这个人真正无心肝呢，既然你得救遮侪年。每一天来到伫我这个所在灌这个气，你为什么嘛来甲我传福音？你敢顾你家己车的需要，却无顾我灵魂的需要，你这算什么基督徒？这个施布真牧师伊受这个责备了后，真正伊思考，信入伊的心内面，伊思考，真正悔改认罪。当重生啊，有得救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重生真重。顶头生，一个真正顶头生的人，一定是听上帝，听人，袂将阮家己对别人的灵魂的得救漠不关心。等下到今仔日，咱看到这两段的记载，这个是人。2个小前夫。根据圣经的记载啦，其实真正毋知伊的背景是啥物，但是圣经的记载，伊是奉献伊全部所有，伊将伊的生活安怎放在后面，伊知影伊要将伊所有的献出，所有的献出，而且是金钱的。亲爱的姊妹。
你要向前看，还是要向这个近前的妇人看？假如说讲，我实在甲你讲，这个送养的寡妇所奉献的比正人都较济。伊哭哭两声，比迄个哭哭袂了，奉献哦，迄阵啊奉献伤是会落心哦，所以从城区拢知影，哦，这足侪钱，大家都另眼相看，但是呢，他说我唔是喏，唔是安尼。伊心咧追求的是啥物？你真忙是毋是你会当登上这个巴拿马文献内面的前16名吗？当然，我相信较无可能，因为以咱教会内面，哦，只要无得较同有财力的，才会兄弟姊妹，咱嘛无啥可能目前，无得较当有即款的目标甲愿望，但是另外一方面，咱来看。咱甲上帝关系是啥？你我甲上帝关系是啥？咱甲兄弟姊妹关系是啥？咱看即个寡妇，伊用伊全人奉献伫主的面前，因为伊知影，伊甲主有真深的迄个，我相信。哦，无得较伊真侪会爽，直到伊。人看起来虽讲爽用，但是伊心是安怎富足？即个兄弟姊妹，你世间看重的是啥物？你甲主的关系态度是啥物？伊今仔日即个课题帮助你我，搁做一个反省。有两个题目要互咱兄弟姊妹分享来看。若根据顶边拄则咱讲种无共款的敬虔观。你感觉敬虔伫你的生活内面，哦，生活做事的内面，比较较具体是倒一种，哦，你会感觉，然后你家己来思考。第二看咱兄弟姊妹分享，伫某因的今仔日，咱要安怎需要帮助求助帮助咱你我啥物？哦，以便更能够哦，更加会当祈祷、聆听。更较亲近，更较亲的亲近上帝。教会已经提供真侪读圣经、灵修、生活的管道。当然，你会当参考。我算嘛是希望讲咱会当参考，伫内面有真侪的分享、讨论，无论是读圣经，无论是祈祷，无论是代祷，无论是咱的遮个课程。这毋是业配，这是啥？这是鼓励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礼拜刷了后，不要急着回家。礼拜刷了后，咱老咧会当甲兄弟姊妹，你一定有真侪兄弟姊妹无熟悉。你安怎样甲上帝关系搁较好？你若对咱家己兄弟姊妹拢无熟悉，你要安怎样去对外宣扬上帝国的福音？因为这就是会当真清楚看到你甲人的志节，甲社会的志节，安怎有落差。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愿这个课题来帮助你我，会当好好一个安静的来思考。今天的生活，毋若是咱拄则我所讲遐的，乃是安怎？伊真正有体会的，主要说伫个伫你的内面活着。你是毋是真正有迄款的感动、感受？我做事吼，帮助咱，将大家阿头来记得。向阮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伫即个多元化的社会内面，你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阮知影外口的人咧看基督徒是古板，是袂晓变巧。主啊，求你赏赐阮有一个活法的灵，来帮助阮，因为阮知影你伫咧当时的社会。是安怎用接近这人群，安怎用将你的听来分享，互这人群内面同需要。主啊，我无得讲，毋是迄个弱势的团体甲上需要。有时啊，阮看真侪富裕好野的人，因嘛真需要。所以感谢你的上帝，你帮助阮会当来思考这件事。
阮会当有趁真侪钱的气力甲能力，但是阮要安怎样回应上帝你的？所以感谢你帮助阮透过遮个最最的圣经在内面，搁一遍互阮来思考，甲你进入迄个真亲密的关系的过程，有主赏识、信心、聪明智慧帮助阮来了解你的旨意，啊，互阮甲人的关系、甲环境的关系，拢会当诚做你所欢喜达达的。感恩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回应上帝的话。来，信息477首，信息477首，啥物会使使我心情，请起立来应转诗。
即时咱来报告，来看全部的部分。下手东港的事务，书会江慧玲、苏婷、蔡依婷，交代甲书宪张正志、恩玉杰、宪辉、赖桂珍、惠静兄师、吴丽君、宪师姓外队、伊控、余伟达。承认主理后的主题是杀人易罪，是林峰修留落来提审。所以咱来看词汇人数甲奉献的部分，人数甲奉献部分，请大家一来看，有啥物错误的所在，会使甲阮干事者来提醒者。好，咱来看本会的消息。第一项。下落1点调规定定期的幼稚园的董事会，请同工举办生来参加。第二项，下主日下晡1点爱调开幼稚会，请同工来举办生，请少市的会长爱来同齐来参加。第三项，下主日的性导引的课程是丰盛生命。天伦之乐，请兄弟嘛同齐来参加。第四项，中会财务部通知来教会，迄奉献证明吼，伊名是袂使做更改吼。所以若奉献的部分，请大家名爱确定了吼就写好吼。年底时阵都无法度过来改迄个名吼，请大家注意这一项。第5点。因为主日的聚会时阵咱赛车来到教会内底人较济请较济，所以阮有做一个系统来登记大家车的号码若是咧刷车的时阵咱会使来快速的查询请大家会使用咧阮手部下骹有一个 QR code 也是咧后壁招待桌遐拢有 QR code， 会使来登记你的车号。这个号码拢是经济会使看，所以免烦恼讲你的个资会泄露出去主要的用处就是让大家以身刷车会使较方便好，再来看阮关怀甲大道的部分第一出来咧调养的兄弟，阮嘛为遮软弱的肢体软落的兄弟来祈祷，有谢惠美。刘玉珠、洪文香、林澄清、赖建志、林建志、林德修、郑明霞、罗清金、徐建廷、林李敏珠、苏绵宇还有曾文德。第二项是咧，搁咧第二段伊的部分汪明达、姚卫新、李希明、洪文展弟兄的母亲，还有艾许秀英、林长兴，还有马丽金。阮为阮教会的兄弟姊妹来祷。奉献的报告的部分，阮嘛请家己来看若是有错误，会使甲阮的干事来讲者。好，咱报告就以上。咱来看本周的经句，马太福音第6章第21节。马太福音第6章第21节，咱同齐来念，请。因为你在我感谢上帝。好，咱即时来上映511首，上映线，请无出来手导，请请。
听人，信心的上高，甲咱每注意三甲一体，对即时到伊世界有之。阿门。请坐，是咱来祈祷聚会。